来做兵这个义务役，为2024年开始恢复做1年。第一波爱互调去做兵的，就是民国94年以后出世的役男，也就是目前读高中3年的学生。讲为着要互学生去签到升学，或者是就业，所以教育部有来制定春秋的相关的措施。第一，这役男伫咧读大学的4年当中，会当先去做兵做1年，甲爱读的册、甲爱修的学分，集中伫咧3年内，甲寒暑假甲读好了。第二，当然嘛是会当等到大学毕业了才去做兵。相关的细节，教育部爱搁甲学校来研究。排册包早起赶上课是真侪大学生的生活，不过假使讲休寒休热慢慢咧赶，学生敢会当接受？因为为2024年开始做兵爱做1年，教育部嘛计划配套措施，有2种方案，会当先入伍做1年的兵，再搁学分集中伫咧3年学期内底含休寒休热，互你会当伫咧4年内完成学业，会当兼做着兵，卖当先读完4年的大学才去做兵，学生会当自由选择，不过相关细节。教育部嘛是爱含大专院校参详，因为大学就是最好利用时间的时候，然后你又把它缩短，变成就没有自己的空间吧，就要一直上课干嘛？这样有点累吧？想说读完书再服兵役可能比较好吧，大学生活比较重要。真侪学生拢想要先读完大学才去做兵，某学校认为这项政策无这么简单，1年做兵，3年读完大学，对学校来讲是一个挑战。因为寒暑假的话，其实并不见得就是说所有的学生都会来修课啦。但是就是说，如果真的有需求的同学的话，那对这个学生的修课、修业，或者是学校的安排课程上面，会不会有什么困难？那这都还需要再研议。线上修课已经很普遍了啦，所以这也可能是一个补救的方式了。做兵的时间肯定会有1年，爱做1年兵，当是民国94年以后出世的查甫囡仔，也就是即马高中3年的学生。不过同一个班级，毛94年以前出世的同学，所干那做4个月兵，互因挡袂住怨叹，共班无共命。我是吴一璇，想要收看最新第一手的讯息，赶快加入华视新闻 YouTube 频道，按赞，开启小铃铛，最专业的主播群说新闻给你听。